来关心日本体坛重大的消息，大家真介意的这两位，哇，一看就知影啥啊？米瓦拉里奇甲基姆拉刘维奇两个人啊，只伫个2月才摕到金牌，但是今仔日伫个社群做伙发文啊，要做伙退休啊。伫个文章当中啊，两个讲这个赛季结束了啊，确定要退休，对支持因的每一个人表达感谢。其实两个人对2019年就开始合作啊，经过了不少场的比赛，总算今年的冬季奥运啊，摕到日本队第一面的双人的这个金牌。这个时阵选择退休啊，主要是因为当年来受伤的关系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呢继续来支持因退休了更较好的生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